你會覺得自己明明學咗好多生字同埋文法，但喺實際對話中卻唔能夠靈活運用，咁可能係你忽略咗語言學習中嘅4個關鍵過程啦。語言學家 Richard Schmidt 嘅注意假說同埋 Stephen Krashen 嘅輸入假說指出，我哋要吸收新語言知識嘅話，必須要經歷以下呢4個步驟。第一步，注意 noticing， 主動去留意一啲你唔熟悉嘅生字又或者文法，千祈唔好由得自己唔識。第二步，理解 understanding， 透過查字典又或者理解長文下理，真正理解呢一啲新嘅內容。第三步 intake， 透過反覆練習，將新嘅知識傳入長期記憶，讓佢哋成為你嘅其中一部分。最後係整合 integration， 喺唔同嘅情景中靈活運用，真正掌握你所學嘅新知識。舉例子啦，當你喺睇書嘅時候遇到一個新嘅生字 serendipity， 首先你注意到呢個陌生嘅生字 serendipity， 接住落嚟係理解，你查字典之後發現咗佢嘅意思係解意外發現美好事物嘅能力。之後係內化，你喺寫作又或者對話當中嘗試使用呢個新生字。最後係整合，你喺各種場合流利地運用，甚至了解佢相關嘅詞性變化。透過呢4個過程，你將會真正掌握新嘅知識，語言能力亦都會穩步提升。所以唔好只係被動學習，我哋需要主動參與，先至能夠真正提升語言能力。最後記得幫呢條影片撳個 like、訂閱同埋分享俾身邊學緊外語嘅朋友啦。我哋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